恭喜玩家开启了主线任务，同时解锁了每日直播间福利。亲，你可以点开直播小图标。这还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？人家是女孩子了，怎么能这样讨厌？秦少，那个能再开一次吗？亲，直播间一天只能打开一次哦。行，知道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你要的东西到了。和我，论语我早就背熟了。您打开瞧瞧。这可是新上市的春宫图，小宝淘了好久才淘到的。殿下，您还满意吗？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这可是花了不少银吃了就不要了，下次再买新的。那我扔了。殿下，我走了。麻利点，洗干净啊！你腿脚不便，不能蹲久了。待会儿我帮你洗。别说我了，好好看你的手吧，保护好你的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咱们工地啊，谁不是粗手粗脚？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哈。什么叫工地就要粗手粗脚、粗衣恶食啊？我们光荣的打工人就应该更加的爱自己，知道吗？我帮你把水泡挑过，这样好得快。你这脚啊，这几天都不方便了。我这脚是真疼啊，司殿下。都接着干活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粗衣恶食？看来昨日给你的报答不是很满意。司殿下是过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不喜欢看笑话，我喜欢听故事。但是我不能再给你讲故事了。昨天给你讲一次故事，差点把我腿跑断了。我怎么记得某些人说过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呢？下去吧。是。不要再笑了。跟我来。我不走。看来是被我连累的。你放我下来，立刻马上。别，我后悔了。你不是要我把你放下去吗？我反悔，这样抱着也行。行吧，看在你积极认错的态度下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继续抱着你。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，我不积极配合攻略一下，岂不是不给面子？路冉冉，你清醒一点，你
可得完成任务才能回家。说说吧。啊，今日要讲什么故事？啊，系统总是能在我面对困难时毫不吝啬地再踹我一脚。说呀。这今天啊，要讲的是一个跟围棋有关的故事。一个热爱围棋的女子死后寄魂于棋盘之中，后来她又帮助了一个会下围棋的少年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。大人，此刻那个小宫女正和赵晨义相会在湖心亭。我且看看你究竟能做到何种程度。所以说，小光是否能找到小亮？比赛的结果又是如何的呢？请听下回分解哟。下回分解？你就这么想来见我？我是舍不得这些糕点水果。这些简单，我都是差人给你送过去。你以后若是想吃，我便让人天天做给你吃。不用这么麻烦。以后呢，我去殿下您的宫里给您讲故事，到时候您再拿给我吃。我宫中。行。真的？这就算是我之前答应给你的赏赐了。以后，你便是我的专属浣衣婢。我允许你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回去。平时若无他事，便随时给我准备讲故事。好。不过我想了想，你还是比较适合动嘴皮子的差事。我这还不是为了攻略你吗？你不满意啊？满意，殿下您真好，比心。这旧账嘛，算是有了结果。我们来算算新账。这是德化新供给我的白定瓷壶，平日里我用的十分小心，你一来，全弄碎了。你还是好好算算，要讲多少故事才能抵得上我的白定茶壶？殿下，您之前交代的事情已经回消息了。如何？这陆姑娘是崇川人士，娘家和舅舅都在。陆姑娘上面还有个哥哥，在家务农，是个清清白白的人。这宫中关系如何？与谁最为亲近？应该是她同住的宫女云竹。云竹？那个姑娘也调查了，家世清白，就是性格比较柔弱。柔柔好。那件事如何？安排妥当，詹师傅的人去问过了。掌事的太监说，这春日里啊，风干物燥，易起火，天气变化起了风，更容易将火势扩大。文渊阁走水就是这个缘由。大哥的人有没有插手啊？太子殿下菩萨心肠，宫殿都烧了，仅是当值的宫人罚了薪俸，其他的都没有深究。应该和那个姑娘没有干系。看来他身份确实清白。哎，没关系就好。今日心情大好，我赏你幅画。哎，不，你好像很嫌弃啊。没有。殿下，还不是您总画这些羞人的图吓小宝？睁大你的狗眼，两个孩童在下棋叫羞人吗？这不行。罢了，平凉府那边送来了特产，你去挑吧。哎，得嘞。这种俗物的精妙，小宝还是懂的。殿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雅致了？你嘟囔什么呢？没有，谢殿下。小光呼唤，此时小光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应召唤了。小左跟小光的超能力也消失了，消失不见了。那你说他要怎么打败小亮呢？那这个小左消失之后还会回来吗？不会了。那怎么办？欲听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啊。
不行，不说我生气了。你接近我有何图？我接近你，确实另有所图。说，听你喜欢我。再说个土味情话哄哄他吧。说不说？殿下别生气呀，之后不是还有时间吗？刚好我告诉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我有超能力。什么呀？就是我超超能吃，喜欢你。是吧？我知道。你跟四殿下最近都还好吧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就是司治司内最近有些风言风语，他们说什么四殿下平日喜欢找些歌女为他唱歌，这次又换了个浣衣宫女。郡主，说闲话的人到处都有，我们呢就走好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你要能这样想最好了，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闲言碎语影响你们的感情。那现在四皇子殿下，你了解了吗？是啊，赵晨义，我真的了解他吗？殿下，小宝，你去一下湖心亭。您不去找陆姑娘了？算了，等回来再说。好。怎么还没来啊？这都几点了？哎呀，听说有人痴心妄想，天天都去等着，也不看看四皇子是谁，不就是图他一时新鲜吗？喂，路人甲，你发什么疯？就是，我看呐，他就是被抛弃了，找咱们撒气呢。走。陆冉冉，人家说的没错呀，你让甘蔗丝给甩了。天哪，我都出现幻觉了，我居然都能看见甘蔗丝了。别笑了。让你笑，让你笑，四殿下，你就这么想打我？我。真是笨死了！前几日我外出办差，我一复命就来找你了。可惜啊，某些人却只想着打我。没有，让。走。小宝。殿下，我这就把花送去韩章宫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季节还能培育出如此娇嫩的栀子花。下去吧。好。恭送皇后娘娘、二皇子殿下。儿臣给皇后二哥请安。四弟安3个月了，居然还出现了第2个可攻略角色。奴婢给皇后娘娘、二殿下请安。天色不早了，耀儿，你父皇还等着我们一同用膳呢。是母后。宋母后二哥。义儿，你正值年华，玩乐无可厚非，但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才好。皇后这拿下巴戳人的人设，也是大数据统计了宫廷剧之后计算出来的。看来四皇子挺不容易的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喜欢栀子花吗？
是又如何？栀子花不仅气味好闻，它的果实其实还能入药，有利肝、护胆、消炎、止血、消肿的作用。所以说，它不仅长得好看，气味好闻，还非常的实用。殿下真的是好眼光。你知道的倒是不少。殿下过奖。其实人们总觉得栀子花好闻，就觉得它是靠着外表和气味招蜂引蝶的，却不知道它其实还有那么多实际的作用。所以说，那些单看外表就判断一个人的人，是不是过于目光短浅，太肤浅了？你说这一朵小白花怎会如此招人喜欢？下去吧。吃了几个月的宫女盒饭，终于可以赶上伙食了。想吃就吃吧。四殿下，今天的菜都这么丰盛，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今天是个平凡的日子，一对平凡的男女，平凡的把酒言欢。一对男女，他这是承认我们是一对啦？笑什么呢？有好吃的，我开心啊！酒没了。好，给你倒酒。丫头，陪我去看星星。啊，星星？皇宫还有动物园？这儿。你不会想要飞上？哎，直播时间应该到了吧？看看。殿下，这些都是各处托人送来的生辰礼物。这是大理寺少卿家2小姐送的，这是吏部尚书家4小姐送的，这是……那就是说，今天是他的生辰啊。你若有喜欢的，那他约我……哎，不对啊，这怎么都是女生送他的礼物啊？还有一样礼物，今儿个晚上后，心儿姑娘见您不在，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心儿，小贾，做什么呢？我在生气。谁又惹你生气了？当然是甘蔗4了。甘蔗？什么甘蔗？甘蔗就是形容一个人特别的正直。
你看那甘蔗不就是比着比着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比喻，还挺有意思。哼，吃着甜，嚼两下全是渣，可不有意思。哎，对了，云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四皇子的传言啊？现在3句话不离四皇子啊！啊，我的好云竹，你就跟我说说嘛，我就听一下听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听说四皇子殿下呢，他的母族并不显赫，他的生母去世的早，也没有同母的兄弟，小时候受了不少冷眼。直到前任首辅于大人见他可怜，收他做了学生，他的书画才华才得以施展，也深得皇上喜爱。但于家获罪抄家后，殿下就逐渐不问政务，只关心风月了。现在啊，他在礼部任协理之职。协理啊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官吗？那是一个虚衔。我听说四皇子是自请担任礼部协理，想来也是图礼部自在轻松，可以让他醉心风月吧。赵晨烨，看来我还真的是不够了解你哦。给他做点什么好呢？哎，姑娘请留步。我呢是司治司的路人甲，想找姑娘行个方便，不知可否借你这膳房一用，就一个时辰。这个嘛，怕是有些难办呀。是否使用新手道具？原来这新手道具还有助攻一用。哎，姑娘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帮帮忙嘛。就半个时辰啊，厨房空着，你去吧。那个姑娘，还有什么事儿？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，就这么点钱，你还想要鱼翅熊掌啊？没有，其实我就只需要番茄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胡萝卜。发射！殿下让我好找啊！这个呢是今日我给殿下带来的蛋包饭。下毒了吧？下了，还是剧毒。这道菜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叫拨云见日。怎么个拨云见日啊？示范给你看啊。这就是拨云见日啊！这拨开乌云才能看见太阳。希望四殿下以后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可以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那一束光。四殿下，祝你生辰快乐！希望以后你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，天天能笑得这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昨日是我生辰啊？我这青鸟传音，周公入梦，想你我掐指一算。行，你怎么这么拼啊？你虽然顽皮了些，但这道饭做的好吃，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吃。
怎么会是最后一次啊？以后你想吃你就告诉我。我要是天天想吃呢？就。不如你嫁到我府上，天天做给我吃，还别说，他这认真写字的样子还真好看。欣儿来了。欣儿。殿下又在练字，这字体越发卓越了。听说前些日子殿下出宫了一趟，提前去平凉府看看。平凉虽不比江浙一带平凉府，但是别有一番风情。还有1年光景，明年我的生辰，就可请求去封地就藩了。就藩？这也太突然了。不是说时间可由殿下自行定夺吗？迟一日早一日有何分别？到时欣儿可还愿追随于我？殿下既然已经有了主意，那欣儿自当追随。干这事，干这事！所以你今天跟我说的所有话，全都是你的渣男语录了。我到底玩的什么游戏啊？为什么我一直在攻略一个花心大萝卜呀？哎呀，干这事干这事，果然名副其实，嚼到嘴里全是渣。小贾，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睡，快睡吧。殿下去就藩，那我余家的大厨。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徐党等人绝对找不到。殿下，说到徐有正，说下去。我觉得那名宫女在文渊阁大火时出现，真的过于巧合，嫌疑实在很大。听闻她最近与殿下接触的频繁了，欣儿担心她该不会与徐有正想攀附于我的女子不在少数，她的身份背景我已调查清楚，她还没那个本事。殿下似乎与那名宫女关系匪浅。欣儿，此事你无需担心。可是殿下……还有，以后若无要事，少来我这儿，来去的行踪也要小心谨慎。下去吧。看来只能靠我自己手里续贼了。欣儿告退。欣儿可还愿追随于我？殿下既然已经有了主意，那欣儿自当追随。干这事，我一点儿都不生气，而且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你，你就是个猪！
云珠姑娘，小贾姑娘在吗？在。那麻烦你帮我唤她一下，就说司殿下有请。怎么了？水，好点了吗？现在四殿下那边喊你过去呢。不想去。为什么不想去啊？别问了，就是不想去。可是现在小宝就在外面，我怎么回复他呀？哎呀，你就跟他说我感到风寒，嗓子急痛无比。好，不去了。回殿下，小贾姑娘似是感染了风寒，说不了话，行动也不便，近日不能来说书了。怎么会感染风寒呢？这个，随我去看看。是。你说他天天找我说书，我这又不是去我这说得了一时啊。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小贾，我觉得你还是赶紧回去躺着吧，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我觉得他们说的对，四皇子吧生性风流，他今天想找人给他说书，明天就想找人给他唱歌，后天说不定就想找人给他跳舞了。小宝，哎，你一会儿去告诉他，他不是不能说吗？那就用画的，反正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要看到新的故事。得令。他这个花心大萝卜，那就画一个男人四处花心，最后酿成大祸的故事。路人甲鉴赏。小宝，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向你行礼了。快看小贾姑娘都变成什么样！快把四殿下赐的药安排上。黄连、黄钱、黄布，最古药材排行榜的3甲都集齐了。啊，小贾姑娘，四殿下说了，期待你早日康复。你一日不康复，这艾草、汤药一直管够。开训！快喝呀！小贾姑娘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停！殿下，这些可是教坊司新进最好的武器，怎么您还是不满意？先把他们带下去。是，快退下！中间那位姑娘，请留步。殿下怎么这样看着奴家？上前来。停。姑娘看似清瘦，但每走一步好似百斤，当是压制内功所致。殿下真会开玩笑，教坊司的嬷嬷只教会了我歌舞，我哪里会什么武功啊？教坊司的姑娘自然不会。
但你不是。